维吾尔运动负责人罗谢阿巴斯和维吾尔研究中心负责人阿布杜哈基姆伊德利茨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办了一系列活动，为被中国系统性屠杀的维吾尔人发声。罗谢阿巴斯昨天在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上发表讲话时说：“今天我正在为我心爱的姐姐的自由而战。中国对人类的战争是明确的，这是一场针对女性的战争，一场针对儿童的战争，一场针对思想、民主和人类价值观的战争。然而，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都是沉默的。中国成功地压制了国际上对种族灭绝的指责。看看联合国，我们一直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发布关于维吾尔种族灭绝的报告。难道该机构被北京控制了吗？”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周三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俄罗斯因乌克兰战争而受到的一系列制裁应该让中国很好的理解，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物质支持可能会面临的后果。他说，北京应该从西方对乌克兰问题的协调反应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即中国若以武力夺取台湾，相关的任何行动都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务院已向土耳其出售 F-16向美国国会发送了推荐信，称出售 F-16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将服务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长期计划。土耳其于去年年底申请从美国购买40架 F-16，这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正准备将2名维吾尔人哈姆杜拉·拜利和诺尔麦梅蒂肉兹引渡到中国的沙特政府，上周还逮捕了一名住在麦加的维吾尔妇女和她的13岁女儿。国际特赦组织在4月4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布哈尔恰姆·阿布拉和他的13岁女儿于上周周四在麦加被捕，并被拘留在一所难民营。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活动在3月份以自武汉病毒大流行以来最快的速度下滑，多省份实施了严格的限制措施，数百万人无法自由出行，打击了消费者支出。财新中国3月份服务业采购经纪人指出 ，NPI 大幅下滑至42。白宫官员周三表示，美国对俄罗斯最大的2家金融机构和其最大的私人银行实施了全面封锁制裁，并扩大了其他经济制裁措施。制裁还针对普京的2个成年女儿、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的妻子和女儿，以及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成员。